今天非常满心的欢喜来到进入您的家也无说的大事一点，就是这个时候在进入你的家，就是把也无说的祝福赐给你，就是你在那就是要无说的把要满的，就是在听中这个上帝的教导，那么就好先祷告，就是把这个时候。交给在那个至高的上帝，就是我们不能看见的，我们把荣耀归给他，那我们就先把荣耀归给他们吧。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父爷吧，非常感谢你。我在问你们好，我是的大师进入你的家。我们今天的教导的就是第30课的教导。今天的话题目就是那个题目都是没写在上面的，应该如果可以的话就把这个话题写在那个屏幕上面，就是那些宗教的，就是说寄给那个上帝的名字都是假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只要跟随这个教导，你这个就是有没有想通了吧？就是有个犯罪的人在给你宣布这个名字，他所寄的这个名字怎么是真的？我们用什么的办法呢？说是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因为他是个犯罪，我们在家的时候都可以说这个是不合理的吧？因为上帝经记着说我不定犯罪的祷告，那为什么这个祷告有道有合理？我们要阅读也念下上的道，就是说因为这一切的就是那个犯罪所传给你这个名字都是假的，因为他们说必须要犯罪，尤其是就是那个耶稣基督是都是假上帝耶稣都是等等，我都给你们已经教育过，连那个耶稣这一切都是假名字。还有有一个名词我说就是他们想把这个靠近的我说那个。因为这都是假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这都是那个犯罪者要给你们传告这个名字，那我们来念下这个法律，就是说哪里有上帝有听罪人的祷告，你是犯罪，他就是那你怎么确认说我说这个上帝是真的？那就是为了这个，就是危险人，就是说上帝不管这个，我们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常为主就可以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法律记着说你要起来求告他的名字，必须要求告他的名字，这个就对我们来说他的名字是非常重要。所那些宗教领袖的，就是在这个地球上，他们所求告的都是没有一个都真的，因为他们都是犯罪者。那就是上帝不定他们的祷告，因为他们就是犯罪。我们来阅读下以赛亚书第59章第1到2节，没有上帝听的犯罪的祷告，这个就是你们浪费时间，你们宁可去别的地方，也不去教堂，因为你们所求告的上帝都是假的，都是拜偶像的。亚法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长久，耳朵并非发生不能听见的。当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孽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的祷告，就是你要犯罪，那上帝就不听你们的祷告，就你是犯罪，就跟上帝隔绝，他不听你们的祷告。那你说敬拜的上帝到底是谁？因为
你要认真看一下，就是你们的罪跟上帝隔绝，他就不听你们的祷告，他颜面不听你们的祷告，他跟你要隔绝，他不听你，那你怎么说是他要跟着他？你怎么认识他的名字？所以你都明明都能看见了，你跟他有隔绝，他要把颜面不听你们的祷告，那你怎么说我认识这位上帝呀？所以他又离开你，他又跟你有隔绝，他又颜面不听你的祷告。这是那就是他们说是认识上帝都是说谎话的。就是我给你们说，他们所教告的都是假的，因为上帝都已经不听他们的祷告。为了这个，就是要我说的大使西家就说，请你别再去教堂吧。如果你想有得罪的话，别再去那里。如果你要想下地的话，就是你就一直走下去啊。因为你想要下地的话，西家给你已经劝过，已经给你教过，已经把这个那个能证据你这个教都已经传给你，所以你不听的话，我也没办法了。我就是劝你要转过来吧。你可以转过来，在那个创造着，这个是第一。约翰福音。就是说，上帝不听罪人的祷告。约翰福音第9章31节，为了把荣耀归于父耶和华耶和华。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祷告，这个就是非常清楚啊！就是这位上帝就不听罪人的祷告，所以他都要不理你。你怎么认识他的名字？你怎么说是认识他？这个跟那个会说希伯来语法语一律没关系啊！因为法律记着说，上帝不听的罪人的祷告。这个跟会说各种的语言是没关系，没什么关系的。只有法律记着说，上帝不听罪孽的祷告，因为颜面不听的祷告，你怎么认识他呢？并且这个他的名字你们都已经把它改成了，那你怎么认识他？那我们就说把这个情况给你们看了，就是没有上帝听罪人的祷告。第三件事就是魔鬼犯罪，就是从魔鬼来的，那就是有我们上帝有听魔鬼的祷告。犯罪就是魔鬼，那有魔鬼有权利能转告上帝的道，他就是那个上帝的敌人的。他也说过了，你们要抵挡魔鬼。那里有上帝说要把他的自己的话转给那个魔鬼那里来对他说话的，你们要想通，因为我要想把你们的转过来到真正的上帝那里。那就是我们来阅读，这就是犯罪，就是从魔鬼那里出来。哪里有犯罪的，难宣布，难颁布真正的上帝的名字。有些人是在拜偶像，有些人是做那个做巫术的，差点100%，差点100%都去拜偶像。其我也我说的大事西家在你们这个全球上说与耶和华所传告给你们的，与他同在就不犯罪。你都看到那个上帝所做的善事。我们来阅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我们放有说的名字来阅读啊，这个应该是第三件。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
你都看到，就是那些犯罪的人都是从魔鬼来的。那他怎么给你传这个真正的名字？因为他是来自魔鬼那里，那所赐给你的都是从魔鬼那里。你要想懂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危险的，因为这都是他所赐给你这个名字，都是从魔鬼那里。那因为你没有除掉你的罪，那些家就是说与耶和华同在，都除掉他的罪恶，这就是真正的上帝。耶和华的大手给你与耶和华同在是非常特殊的。你要知道是与西家同在，你就能知道耶和华，因为只有西家能传给你耶和华。但是你们没有看见他，但是看见他所做的工作，就是那个除掉罪。第四件事就是上经记载说，不要把生物给丢给搞，这就是上经说的。那为什么就是说不要把那个生物给搞？这个搞到底是谁？我们先读下这个念下这个马太福音第7章我们一起马太福音第7章第六节，不要把生物给搞，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大见他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那就是不要把生物给搞，就是你不要把生物的东西要给搞，因为这个父亲的这个名字，就父亲耶和华和耶和华的名字就是一个生物，因为能够除掉人的罪，就是没有能除掉这个罪，能除掉人的罪，这个就是生物那就是那个名字的圣洁，能够叫人让人的解脱他的罪，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件事。那上经就是记载说，不要把生物给搞，那就是说魔鬼犯罪就是从魔鬼出来的。因为上帝的道就是说，你们要抵挡魔鬼，应该是在那个雅各20，我们要看下在那个，就是说你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了。雅各书第4章第7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就上帝就是说，那些犯罪的人都是来自魔鬼，那就是上帝就说劝我们，你们要抵挡魔鬼，那就是这个上帝要叫他们叫魔鬼赶出去的话，那怎么上帝不把魔鬼要灭绝了？那么上帝怎么要通过那个犯罪的人就传达的道，却那个人就是自己说是个犯罪，却上帝都说你们要把魔鬼赶出去，要抵挡魔鬼，那就是那何况上帝吧？如果上帝是愿意跟魔鬼合作的话，他就在天上天的不会把魔鬼赶出去因为他把魔鬼赶出去，就表示上帝就不会跟魔鬼一起合作。那这些人就是说要自己说人世上的名字，他们说上帝都是因为上为帝嘛。因为他们都是从魔鬼那里出来的，跟魔鬼一起合作，那他们怎么说是认识上帝？你们不要被骗了，我在劝勉你的，没有别解决的办法。你们或者是跟随父亲耶和华和耶和华，但是你们的路我不知道，因为去下对的路是非常宽的。
我跟你们讲，不要再上教堂，我在呼叫那些宗教领袖要修改你们的路，不要宰别人的，你们赶快要拯救你们的吧，因为你们真的会死掉了，你们会到下地狱了，你们要进来吧。不管在外国，不管在哪个国家，在法国，在英国，在印度啊，在巴西啊，我也不知道你在阿根廷的，你要最好要来到耶和华这边，你要去那个国家干。你要去教堂，要上教堂干嘛？因为上帝就说没有把生物给个犯罪呀，这个就是要证明没有一个人都能除掉你们的罪，上帝就不听你们的祷告。我说的就是上帝啊，不是那个宗教领袖的，真正的上帝就是这个上进的支柱，不听你们的祷告。那些宗教领袖的所教给你们都是假的，那我就教你们要回来吧。因为这个权利是在哪里？我不是把人类跟权利相比啊。因为我不会系列的目的是拯救人类，但是上帝就说这个情况了，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他们都是在那个城外，在那个城市的外面的，在上帝的商量室的外面，不会跟上帝住在一起，这个就是说权力在外面的。因为我说的大神能够要除掉人的罪，能叫人的回到转过来的上帝那里，这个就是说他就是上帝的家属啊。如果他是来自你们这里啊，他也所做的都是跟你们犯罪一样，但是我说的他是来的时候，他就要教人的要除掉他们的罪，因为法律记着说，我都要请你们要念下这个法律在记述录，应该是在如果我们没记错的第22章第15节，城外有哪些权利？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比你切喜好的、说谎的、编造虚谎的就是上帝就说把他们像那个权利一样的，就是那些杀人的、做拜偶像的。那就是那个权利，就是如果你要不知道的话，就是一个犯罪的人。根据这个上帝他们都是在城外，上帝把他们跟权利一样的。我再说一遍的，这个是圣经记着说，不是我说的，你们可以阅读一下，可以念一下启示录第22章第15节，这个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大圣系列但是我要通过这个圣经的话，那我必须把它阅读啊。如果你不想要当这个权利的话，那就是要回到真正的上帝。你们都可以转过来，那反过来的话，我说这边你们就不再犯罪，因为这个话真的不好听的，我也知道。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圣经的支柱是这样说的。我们也不能，我也不能反对，你也不能反对，因为这个是上帝的话语。只要你用这个上帝的话，就是在你的圣经上面的，不是我自己说的。这边说的就是在那个城外，在那个上帝的城外，不可以跟真正的人一样，因为上帝说他们是个村里，在这个上帝的城外，这个不可以废去啊，就是那个杀人那个拜偶像的那个说谎的话，
那个写书的都是上帝都是要说他们都是个权利，你不要当权利的话，你就赶快离开吧，因为这个经文是非常不好听的，因为这个是我的父亲真正的上的教导，我必须不得不读不念的。你要相通的话，要早就离开那里。如果你没有相通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对你要说什么。只有上教他要敬拜。为了这个，我就说在上帝的王国的城外，不可以把这个教导传给他们。要说的大师有权利要传告这个教导的话，就是有些人跟随他就除掉罪，他就不向你们犯罪。因为与他同在都，如果他跟你们一样都是要犯罪，却与他同在就是跟随耶和华。只要跟随他，都是要除掉罪他们的罪，罪你们能力与你们有跟随，你们都是要继续犯罪，这个就证明你们是属这个世界。只有耶和华的大师说，与他跟随他就不再犯罪，就是说在你们这个全地球上，就是耶和华的大师。与跟着他，就是要给你们要传到真正的上帝，就是他的儿子，就要说他的父亲就是亚耶法，他是真正的上帝。只要那些就是那个犯罪的所弃教你们的都是假的，你们所拜的都是假上帝啊。那这个就是证明没有一个人能除掉你们的罪。说的说实在呀，那我们来念下那个上帝这个上帝的道，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因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权利是谁，就是那个城外不要把生物给搞，因这边那个生物。上经记者说不要把生物给搞，就说不要把这个生物给那个犯罪，就在那个城外，那个犯罪者就没有权利要传这个上的教导。那如果他要传道的话，就是要骗人的，就是要教人的，要下地都要丢到下地那里。他所传的假上帝都是你们所传道都是假的，耶和华亚威都是假上帝，或者说你们是要传这个耶和华都是来自犯罪的。有些是有说是耶稣是Jesus，这一切都是从那个犯罪那里出来，都是假的。能证明与跟随他们的人都是犯罪，就是那些教告那个耶稣都是有假的，没有上帝要同在你们，因为他记着说不要把生物给搞，那上帝就回答说我没有把我的生物给你们了。那这个就对我们来说，就是那些放传这些假名字，就是犯罪，都是从魔鬼出来，因为他们就随便起这个名字给魔鬼。因为上帝不定犯罪的祷告，他也说过，你们要抵挡魔鬼，因为那个犯罪都是从魔鬼那里，你们应该要抵挡他。智慧，这就是个智慧。西家就劝你别再去那个犯罪那里，你们的宗教领袖没有权利能解脱你们的罪，证明你也是犯罪，像他一样的，你们都是个犯罪，怎么能除掉你们的罪？你们应当的感谢耶和华，因为他所差来的大事已经来这里。那耶和华的大事就是能除掉人的罪。这个就表示他不是来这个世界，如果他是来这个地上的话，他所做的都是跟你们一样，已经2000年多了，
都是没有一个人能除掉罪。那这个时候你们才听到这个除掉罪的祷告，你到这个时候可能以这种是有可能吗？因为要说的大十几天，我教你们要除掉你们的罪，这个就是说我不要再犯罪。假如说要说的大事要犯罪的话，那跟随我的人都不会要解脱他们的罪，因为就是那个真理经到你们这里，就是要我说荣耀归永远的荣耀归于父耶和华和耶和华，你应该要转过来，要我说西家就呼叫所有的人要过来吧。因为你们在这个地球上发生的事情非常不好，那些家就是呼叫你们要跟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非常好，你们要除掉这个罪，这个对你不是好吗？因为正常的人，只有这个人类，真正的人类都说这个除掉这个就是非常好。我们非常渴望的能到这一步，这个不需要再渴望的，你要过来，你就能接受这个上市这个粮食的，因为他所做的都是没有人能反对。现在要呼叫你的灵魂的，要给你的灵魂要下命令的，你要听这个教导。因为耶和华就是为了你而死，为了拯救你的灵魂，不要把这个拯救要留到地上，因为这个就是爱，为了拯救你，因为都通过上帝的，要说是要有人就能除掉罪，你就是看到上帝的家属，你所看见就是上帝的家属，因为在上帝的城外，都是在跟随他，不会把那个真正的上帝的道转给他们，因为是这样，能够要除掉人的罪，跟随他的人都不再犯罪，他就是表示他在上帝的家里，在上帝的家属，这个就说他不属于你们这里，这个情况是非常清楚。假如说西家就是耶和华的大事，就是你所看见的，如果是给你们犯罪跟随他的人都是要犯罪，你们要感谢上帝，因为你们都能接受这个善良的。耶和华也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们不信我的话，就是应该要信仰我所做的好事。那就是给你们说过，你们如果不信仰我的话，你们就是去关注那些人的，已经除掉他们的罪，这个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有几千人的，这个已经传扬到这个全世界。我住在马达加斯加，在最大的国家，已经有许多人都已经受到了这个拯救，你还有反对吗？因为这个除掉你们的罪有存在，就说要魔鬼经被打败了，那就是要被打败。魔鬼就是叫人不犯罪，不是做那个生气的。你有想知道那个权柄权力在的话，就是那个所有的权柄的，因为都是父亲耶和华就是要通过权力要创造这个天地，那就是要打败魔鬼，就是要叫人不再犯罪。因为这个魔鬼办不到这件事情，魔鬼没有知道你们到不犯罪那里，因为这罪恶就是他的任务，魔鬼必须要叫你犯罪，那就是从你的，那这个就说你的口中说必须要犯罪，因为你跟着都魔鬼，却在你的心里都知道这种情况有些不对，那就是你所看见就是那个真理的。那话就是到这里，要说祝福你们，
要说至高的上帝要祝福你们，要说祝福你们。那我就希望你们有继续下一课教导，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父亲耶和华，非常感谢你的，多亏你这个祷告，因为你就是爱，你要拯救所有的人，要呼叫你所摘来的，就是你的亲儿子，你要说的弟弟，亲弟弟，我现在不断的呼叫那些灵魂放地道，要去那个天上天那里。你们要认真听这个，因为这就是你们的呼叫。你们赶过来进来吧，不会再拖时间了，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要说我请你，要求你，现在要求你要随时打发的生灵的，为了叫他们要转过来在您身边那里。要说要通过这个教导这个话语，因为这个教导就是您的，不说你差我来的，我只是做你的工作，因为你差我来的，尽量把有这个教导不会再被废掉了。难过他们能听到，让他们能转过来。荣耀归你父亲耶和华，荣耀归你耶和华，请您拯救他们。我要向你要求，他们不会再被迷惑了。因为凡渴望要去你那里，请给他们一个权柄，能逃跑到这个神的王国。我奉你的名字做了这一切祷告，哈利路亚，阿门。要说祝福你们的今天的教导就是到这里，我们下一课再见。